人生故事，故事人生。中信有聲雜誌本期主要看點有：峰迴路轉是天路，得憑眼見新上帝，我不再是迷途羔羊。生活中要學習的3件事，人生無常，路在何方？歡迎你收聽收睇中信有聲雜誌，等我哋同你一齊反省人生，剖析問題，並且探索出路。中信有聲雜誌。峰迴路轉是天路。傅連海。我出生在中國大陸一個貧窮的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我有2個姐姐、2個妹妹和1個弟弟。2個姐姐為讓我繼續上小學，都在初中時就輟學，幫父母爭功分養家。我刻苦爭氣，一直是好學生。在恢復高考的1978年，15歲的我以應屆畢業生的身份考上了大學。19歲時拿到學士學位，23歲時多喜臨門拿到碩士學位，留在大學任教，與我心愛的女友結婚。後來我升為副教授，繼而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於1997年拿到博士學位。學業上的一帆風順，助長了我驕傲和招不起人的毛病。從生活中我自己總結出一個道理，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所以我要吃苦中苦，做人上人，也可以去整治那些曾經欺負過我的人。因着我所做的植物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工作，當時是十分熱門的研究領域。1998年年底，我得到一個到以色列做博士後研究的機會。當時想出國的唯一想法是給自己鍍金，再回國出人頭地。在飛往以色列的飛機上，因怕飛機失事，我居然默默地求上帝：上帝啊，我正在飛向你的國度，請你保護我，讓我能安全到達以色列去了解你。其實那時心裡並不確認上帝的存在，只是因為擔心而討好冥冥中似有似無的上帝。到以色列後，以色列的同事介紹我參加了當地的一個查經班，認識了在那裡宣教的張福成牧師和師母。起初吸引我的是他們的人格，漸漸地我發現這裡的人很真誠。我開始對信徒在信主後生命的改變產生了興趣，由此願意學習聖經，越來越多地了解他們所傳的福音，相信上帝在我心裡悄悄動工。牧師送給我的聖樂磁帶盒《大海中的道路》中有一段決志禱告的文字，我就試着自己禱告，請耶穌進入我的生命中作我的主。為生活方便，我花大約150美金買了一輛2手自行車，沒想到過了幾天，自行車就被盜了。初到以色列，手上拮據，這輛單車是我個人最有價值的財富。我心裡沮喪，就試着禱告，耶穌啊，請你讓我心裡好受一點。沒想到第3天，這輛單車被送回原地。我驚喜中相信上帝在憐憫我，他觸動了小偷的良心。從此我對上帝的真實存在又多了一份信心。不久，妻子和大女兒也來到以色列。通過對以色列的實地觀光和歷史考察，尤其是對以色列復國和其後幾次戰爭的研究，我逐漸認識到聖經的真實，並開始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越讀聖經，就越被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深深打動。他居然為我們的罪捨己，加拉太書1章4節，情願被釘死在
慘無人道的十字架上。我們這些自私自義、汝夷我詐的罪人們，哪裏配得他付出這麼大的犧牲？我的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從耶穌被釘十字架前後，他的門徒們的態度轉變，以及起初逼迫基督徒的保羅生命翻轉，我認識到主耶穌的大能大愛，又看到了人生命美好指望。於是從心裏真正地悔改和感恩，接受他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本來想到以色列是為事業鍍金，沒想到得到人生至寶。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立比書3章8節。受洗前，我也有很多掙扎，考慮到自己已是一位基督徒，回到大陸那個無神論的環境中，會丟失許多世上羨慕的東西，會影響我的工作和前程，所以我曾經想作一個地下基督徒。上帝通過他的僕人邊雲波伯伯給我講了一個比喻，一個丟在河裏就要浸死的人，被人拼命救上來，他卻悄悄離開，對救命恩人連一句感謝的話也不說。這個比喻讓我認識到我就是那個不義的人。耶穌明確地告誡我們，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馬太福音10章32、33節。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馬書10章10節。聖靈的責備使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從心裏喊出來，我要受洗成為公開的基督徒。2000年5月20日，我在約旦河受洗，在眾人面前真正歸到上帝的名下。我清楚地記得受洗的那天，天地似乎特別寧靜，樹木花草也顯得特別美麗。在晚上禱告的時候，我就像一個浪子回到久別溫暖的家一樣，大哭了一場。從此心中開始了有屬天的平安和喜樂。我參加主日崇拜，並開放家庭，組織了查經團契。每餐飯前和每天晚上，我們都要做感謝禱告。妻子和女兒被主的愛所感動，也認識自己是罪人，相繼決志信主耶穌。後來我們在瑞埃厄特 Rehovot 市成立了信望愛宣道會，我就在教會中不斷地服侍。信主後，我的人生觀、世界觀以及對生活和工作的態度都有了很大的轉變。我認識到成為基督徒就不能再做對不起主的事情了。我從心裏原諒了曾經傷害過我的老師和同事，自己也得到了釋放。在主的幫助下，我開始在心中對付自己說謊和驕傲的罪。我對家庭的觀念也逐漸改變，選擇把主放在第一位，生活和工作中盡量記住要榮耀主的名。我從聖經中終於明白，這就是人生的意義。我們若活着，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馬書14章8節。工作上，在懇切的禱告中，上帝幫助我在博士後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結果也發表在美國生物化學雜誌 JBC 上。3年的研究工作即將結束，考慮到大女兒已經在以色列有2年半的時間，如果回到國內，她的學習一定趕不上國內的進度。於是
我們禱告上帝，求他開另一條路，帶領我們去美國。感謝主聽禱告，他用奇妙的方法引導我們來到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繼續做植物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工作。來到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後，我研究工作的重點是使用轉基因的方法提高植物抗逆性。後來又開始了當時非常熱門的生物燃料的研究。妻子也在同一所大學找到一份生物燃料的研究工作，但後來才發現上帝把我們帶到美國，他的美意是要呼召我放下世上工作，全心侍奉他。他一次又一次用他的方式呼召我一次次躲避，直到最後降服，去讀神學院作了牧師。再回首，原來上帝揀選呼召我和妻子，是他賜我們特別的恩典，讓我們在領人歸上帝、帶人走新路的同時，全家走上一條蒙福的人生路。星島啟示，親愛嘅聽眾朋友們，你希望用文字嚟到服侍我哋嘅主嗎？歡迎你投稿俾中信，來稿請寄 lit@ccmusa.org， 我哋會將採用結果盡快通知俾你。多謝你嘅擺上，願上帝賜福俾你。不憑眼見信上帝，作者劉磊。我爸爸係湖北人，媽媽係河北人，佢兩個喺武漢讀大學嘅時間認識相戀，畢業之後成家。我於1989年出生喺呢個冇任何宗教信仰嘅家庭，亦都冇參加過任何嘅組織宗教活動。喺2004年嘅暑假，正係我初中升高中嗰一年，因為踢波骨折住院，前後經歷咗3次嘅手術，被迫休學半年多。整個高中嘅階段都喺康復理療當中度過，嗰個係我人生當中最艱難、最灰暗嘅時期。但係亦都喺嗰個時候，我對各種嘅宗教產生咗興趣，亦都開始咗讀聖經，但係覺得好難先讀得明。喺2008年嘅下半年，我攞到美國大學錄取嘅通知書，正準備去讀嘅時候，但係因為腿傷康復需要推遲半年入學，於是我喺廣州一邊學英文一邊嘅讀呢個程式設計。期間喺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嘅地方識咗一啲嘅美國人，佢哋非常嘅友善。後來佢哋邀請我哋去到中國學生租住嘅公寓裏邊參加聚會，一齊去討論信仰，仲有聖誕節、耶穌降生嘅短劇表演。公寓裏邊呢，擠滿咗中國嘅學生，人數多到冇位坐，要坐喺地度睇表演。原來耶穌係上帝嘅兒子，佢借童女懷孕降世為人，為咗將百姓從罪中拯救出嚟，最後死喺十字架上面，第3日從死裏面復活，為人預備咗永生。嗰次聖誕晚會之後，我做咗決志嘅祈禱，但係對信仰並冇更多嘅認識。2009年初，我嚟到紐約州嘅康里爾大學讀書，好快就遇見咗一啲基督徒同學。其中有一位同學帶我去到當地嘅華人基督教會，我喺教會舞蹈1年多學聖經，
學到希伯來書嘅時候，有一啲經文對我好大嘅幫助，特別係亞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希伯來書11章8節，呢啲經文令到我好感動。點解可以有咁大嘅信心㗎？咁樣令到我明白，我唔並需要眼睛看見上帝才相信，因為咁樣就唔需要信心咯。信心係所望之事的實底，係未見之事嘅確據。希伯來書11章1節。當我哋仲未見到就信嘅時候，就有福啦。正如耶穌對佢門徒多馬咁樣講：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章29節。咁樣堅定咗我對眼睛看唔見上帝嘅信心。於是我喺2010年6月6日受洗，公開承認我係一個罪人，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信主之後，我非常熱心咁追求，但係後嚟受到靈恩運動嘅影響，嗰時我哋學校有一個團體，主要係隨住北加州嘅教會嘅教導，強調要用神蹟奇事、預言醫病等權能報道嘅方式嚟傳福音。有一段時間，我對信仰嘅認識產生咗好混亂，學習成績亦都一落千丈。2013年嘅大學畢業之後，我黯然回到廣州，開始喺一個簽證公司度上班，一直做到2015年。後嚟由於換工作，我決定去參加國家司法考試，但係屢次都考唔上，又加上疫情，就決定去咗澳門讀碩士。2022年喺澳門碩士畢業之後，我又決定去到美國繼續讀法律，希望能夠喺美國有所發展。第二次嚟到美國，我嘅心態發生咗好大嘅變化。我已經唔再係第一次嚟美國嘅時候20歲出頭嘅小伙子，而係已經快步入中年嘅大齡青年。但係喺美國嘅生活仍然有好多需要重新適應嘅地方，包括氣候、語言、文化習慣等等。目前我喺美國大學嘅法學院度讀書，畢業之後我計劃參加美國嘅律師資格考試，將來喺美國做律師。而家我喺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嘅康科特市生活學習，同時參加當地一家嘅浸信會教會，參與教會嘅會前禱告、主日小組同埋弟兄嘅事工，亦都參與咗教會組織一啲社會關懷事工，比如關愛無家可歸者等等。今年我36歲，距離我2010年受洗已經15年啦。上帝嘅信實極其廣大，呢15年佢一直喺各個環境嗰度陪伴我，同我同在。因為佢嘅慈愛每一日都係新嘅，我相信我未來嘅人生，佢亦都會繼續帶領我走人生每一段嘅旅程。認識耶穌係我呢一生最美嘅祝福。希望讀到呢一篇文章嘅你，亦都能夠去了解基督教信仰，走進教會。無論喺你人生咩階段，年老或者年幼，耶穌都會成為你最知心嘅朋友，讓你人生嘅道路有目標同埋方向。清早一心敬拜，聚集聖殿，神信實。
滿愛，榮美聖殿，神信實慈愛，永遠不改變。神你賜生命和主你遇見，有主同行是你恩典。榮光必降臨在聖殿，來一起數算主的恩典，讓我敬拜俯伏在主寶座前，把生命當作奉獻。我不再是迷途羔羊。作者蘇粉瓊。我居住喺澳洲嘅德堡，係一個距離悉尼6個鐘車程嘅偏遠地區。我嘅信仰歷程係從被動拜偶像到上帝主動尋找我嘅過程。我喺一個傳統嘅家庭長大，由細到大只知道屋企供奉灶君，初一十五都要裝香拜拜。直到自己組織咗家庭，我仲係按照老人家嘅做法，但並唔知道點解要拜，一切只係聽從長輩嘅講法去做。後來有人送咗一本福音雜誌《中信月刊》俾我，月刊中一個個感人嘅見證故事，述說住人信仰嘅轉變、生命嘅改變，都係見證上帝嘅榮耀同奇妙嘅大能。有時候，當我心情低落嘅時候，揭一揭月刊，睇到呢啲故事同故事中引用嘅聖經上嘅話語，總能帶俾我安慰同平安。我清楚嘅記得，第一次向上帝禱告係喺我失業、情緒低落嘅日子裏面。當時我再次翻開中信月刊，睇到最後一頁問：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我心裏默默回應：主耶穌，我願意相信你。但此刻我正係面臨失業同重重壓力，你能為我預備一份合適嘅工作嗎？帶住試一試嘅心態，我按照月刊上嘅引導寫低禱告內容，仲第一次填寫咗奉獻支票，寄去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感謝上帝，佢垂聽咗我嘅禱告。冇幾耐之後，我揾到工啦。喺呢份工作中，我第一次接觸到基督徒添。佢帶領教會嘅弟兄姊妹嚟到我住嘅德堡傳福音，俾我開始逐步接觸基督徒同佢哋嘅活動。上帝奇妙嘅安排，亦都讓我遇見仲明同淑蓮呢對宣教士夫婦。嗰時佢哋從 Orange 嚟到德堡，每次都會送一本中信月刊去我返工嘅餐館。老闆娘話俾我知，佢哋識得我。後來喺教會裏面先至知道，原來最初就係佢哋將中信月刊送到我嘅手中。感恩上帝，早早就喺度尋找我。2020年，我經歷至親離世嘅痛苦，心情長期低落，無法傾訴。嗰時，我心裏深知，唯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嘅上帝，先會真正明白我嘅心情。於是更加渴慕認識佢。我求上帝差遣佢嘅使者帶領我進入教會。慈愛嘅天父又應允咗我嘅禱告，俾我再次同仲明同淑蓮相遇，並且被邀請加入德堡華人教會週末嘅聚會。喺教會裏面，我感受到上帝嘅愛同弟兄姊妹嘅關懷，亦都結識咗好多嚟自悉尼短宣隊嘅弟兄姊妹，感受到佢哋嘅支持同鼓勵。教會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
中信月刊亦都係我多年嘅朋友。我明白同相信咗上帝係自有永有嘅，係宇宙萬物嘅創造者，係獨一嘅真神。可惜世人都犯咗罪，我同其他人一樣都係罪人，特別係拜錯假神，做咗好多唔討上帝喜悅嘅事。而罪係可怕嘅，人人都有一死，原來罪嘅工價就係死。上帝因為愛世人，就差佢嘅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主動為世人亦都為我嘅罪被殘忍地釘死喺十字架上。但死亡對佢唔係終點，死後第3日佢居然復活啦！佢戰勝咗死亡，呢個係何等了不起嘅神蹟！信靠佢嘅人就能被拯救脫離罪嘅捆綁，得佢賜嘅永生，呢個係何等大嘅福氣！我終於喺主耶穌面前悔改，接受佢作我嘅救主同生命嘅主。信主後，我嘅人生方向變得清晰，我亦都變得好喜樂。主要我哋凡事感恩，常常喜樂，因為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17章22節。喺我焦慮、軟弱、困難嘅時候，上帝透過聖經上嘅話語加屬靈嘅力量俾我，並通過佢嘅眾兒女嚟安慰幫助我。正如聖經所講，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章6至7節。除咗讀經同禱告，每當唱詩嘅時候，我亦都感受到上帝嘅安慰同鼓勵。佢時常通過聖靈觸動我嘅心。回首呢幾年，我滿心感謝天父上帝尋找到我，佢嘅饒恕同不離不棄，使我呢隻迷途嘅小羊返去佢嘅懷抱，並賜予我上帝兒女嘅身份。願主加添我嘅力量同信心，指引我喺今後嘅人生路上，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諗法、每一句言語以及每一個行動，都喺佢嘅心意中。耶穌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馬太福音19章26節。我相信人做唔到嘅，上帝可以做到。佢係我嘅避難所，係我喺患難中隨時嘅幫助，係使我永遠不渴嘅活水，係我永遠飽足嘅食糧。我願意獻上我嘅一生去榮耀佢，用行動見證同傳揚福音，將呢個好消息分享俾更多嘅人，讓更多嘅人因耶穌犧牲嘅愛而被吸引，得到佢哋一生最美嘅祝福。親愛嘅聽眾朋友們，你知道嗎？中信月刊除了可讀文字之外，現隆重推出結合普通話同埋粵語嘅可讀、可看、可聽嘅3合1電子翻譯期刊《中信醫刊》，同時仲能夠同你進行 AI 嘅互動。歡迎你瀏覽網址 ebook.ccmusa.com
ebook.ccmusa.org。歡迎你轉發同埋推薦，感謝你對中信嘅支持，願上帝賜你平安。生活中要學習嘅3件事，作者嚴惠來。如果你已經成為基督徒，上帝就會要求，並且喺你生活中幫助你持久學習3件重要嘅事，從而賜福俾你。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節教導我哋，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呢3件事就係：一，要常常喜樂。常常喜樂意思只係任何事情、任何場合都能夠喜樂，甚至喺患難中亦都唔例外。能夠常常喜樂當然係福氣啦，因為箴言17章22節嗰度話：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心靈與身體密不可分，心理對生理嘅影響好大。心靈若喜樂，生存嘅意志旺盛，身體亦跟住健康，有聲良藥。現代人嘅疾病多數由精神上嘅緊張與苦惱引起，憂愁與牽掛既係病因，亦都係妨礙同埋治療疾病嘅重要原因。究根追底，呢個就係因為人唔依靠上帝。作為基督徒，即使遭遇困苦或者疾病，亦都堅持靠住信心喺主耶穌裏邊得住安慰、喜樂同埋力量。我哋真正喜樂嘅源頭係主耶穌。彼得前書1章8節就咁話：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唔係話每一位基督徒都會常常喜樂，但係喺教會裏邊，你會了解到一啲信主前好唔喜樂嘅，被擔心、害怕、嫉妒、貪心、仇恨所捆綁嘅人，後來因為與主耶穌越嚟越親近啦，就漸漸放下好多重擔，變得越嚟越喜樂。我哋若以今世嘅事物為樂，我哋嘅喜樂亦必變化無常。但係我們若以上帝嘅事為樂，就必能常常喜樂。2，不住地禱告。常常喜樂離不開喺日常生活中不住地禱告。不住地禱告並唔係意味住喺時間上不停嘅禱告，而係凡事都喺禱告中尋求上帝嘅旨意，與上帝經常保持親密嘅交通，過住一種住喺主裏邊嘅生活。請參閱約翰福音15章4至7節。基督徒凡事都經過求問上帝之後，先至給予回應。尊主為主，尊主為大，就必定看見上帝施恩嘅手喺度幫助我哋。請參閱尼希米記2章4同8節。好多事情唔喺我哋掌控之中，有啲我哋認為好嘅唔一定好，有啲我哋認為唔好嘅喺上帝手中，亦都能按照佢嘅心意賜福俾我哋。睇唔到嘅魔鬼撒旦，常常藉着罪嘅引誘嚟破壞我哋嘅生活，所以我哋要不斷地禱告，猶如基督徒靈裏嘅呼吸一樣，唔能夠停止。英格蘭基督徒作家、佈道家、著作《天路歷程》嘅作者約翰本人 John Bunyan 1628至1688年曾經話：禱告係靈魂嘅盾牌 shield， 係俾上帝嘅奉獻 sacrifice， 同埋對魔鬼嘅懲罰 scourge。
教會嘅事工同埋傳福音都離唔開禱告。喺教會誕生嘅第一日，即係猶太人嘅五旬節嗰一日，正正喺耶穌嘅門徒禱告時候，聖靈降下嚟啦。曾經怕死嘅彼得勇敢地站出嚟傳福音，當時就有3000人信咗耶穌。信徒個人私下嘅禱告固然重要，亦都唔可以減缺，但好多時候眾人同心嘅禱告常常會產生更大嘅果效。我哋雖然時常感到唔能夠俾別人好大嘅幫助，但有一件事係我哋確定能夠幫助別人嘅，就係為佢哋禱告。喺禱告中支取從上帝而嚟嘅智慧同力量，上帝就會叫萬事互相效力，成全佢嘅美意，甚至超過我哋嘅所想所求。3. 凡事謝恩。凡事謝恩就係指一切嘅事，無論大事或者小事，順境或者逆境，快樂或者痛苦，都向上帝獻上感謝。呢個就係基督徒與一般世人喺人生態度上嘅區別之一。順利時感恩當然唔難啦，但係苦難時就好難理解呢一點啦。英國嘅諺語話，最難學會嘅一門算學，就係會數算我哋得着嘅恩典。英國著名嘅聖經注釋家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1662至1714年，有一日佢遇到強盜劫去咗佢嘅錢袋，但事後佢卻要想到凡事謝恩。有乜嘢可以謝恩呢？佢喺日記上寫住：首先，我要感謝以前一直冇被搶過。第二，佢哋只係取去我嘅錢，冇取去我嘅命。第三，雖然錢袋嘅錢全部被搶去啦，損失到底唔多。第四，我係被搶者，唔係搶人者。以上呢3件事，亦都係我信主幾十年以嚟一直不斷學習操練嘅。我從呢啲操練中轉變咗人生態度，得蒙好多從上帝而嚟嘅福分。喺我96歲之際，分享呢啲嘅體會，亦都係希望有更多嘅讀者朋友能夠早日認識主耶穌，以便人生喺佢嘅帶領下不斷改變，甚至翻轉，從而享受從佢而嚟各樣嘅福分。彼得前書1章6至7節咁話：因此你們要喜樂，然而你們現今在各種試煉中，或許暫時會難過，是要叫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比那被火煉過仍會朽壞的金子更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和尊貴。中信有聲雜誌，願上帝賜你平安。你懂得愛嗎？作者周長江。你懂得愛嗎？如果以前有人問我呢一個問題，就算我唔係當佢喺度挑釁我，亦都會當佢係別有用心。點解咁睇小我呢？問呢個簡單又愚蠢嘅問題係咩意思啊？但係就喺不久之前，當我決定將聖經之中有關愛嘅描述作為我嘅座右銘，又嘗試背落嚟嘅時候，我先至深刻反省到，我所理解嘅愛並唔係一種真愛。咁樣真愛係乜嘢呢？聖經俾咗我哋最精闢嘅注釋，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我一邊背一邊想一邊對照，自己有冇一條係能夠做得好嘅呢？可能就係呢一條不輕易發怒之上，自己可能勉強叫做達標。做得最差嘅一條應該就係不計算人的惡。好多嘅時候計較嘅蛾子只係人嘅惡，就係連本來唔算係惡，就連佢善得唔夠嘅行為我都會同佢計較。除咗不計較人嘅惡唔計之外，係咪其他嘅就冇問題呢？當然唔係啦，就喺呢條不求自己的益處之上，喺我嘅愛之中幾乎就未曾試過。唔管係對父母嘅愛，對妻子嘅愛，對親朋好友嘅愛，一點唔求回報嘅時候，又試過幾多次呢？雖然對孩子嘅愛不求回報，但係呢一個愛，一係因為源自佢哋身上邊有我自己嘅基因；二就係指望如果自己年紀老嘅時候，多多少少都能夠得到佢哋嘅關愛同埋照顧。試問自己喺世俗關係上高最親近嘅人，都幾乎做唔到不求自己的益處，咁又何況其他人呢？有時候壓根而冇乜特別嘅關係嘅人，譬如嗰啲流浪漢嘅施捨啦，雖然冇指望有乜嘢回報，但係嚴格嚟講，仲上升唔到愛嘅地步。更多嘅成分係覺得佢哋可憐，同時亦都有為咗自己積德，以便將來自己或者家人能夠得到福報或者消災解難嘅期待。好細嘅時候對我嚟講，愛就係喜歡；青年嘅時候，將慾望或者激情或者佔有當成為愛；再大一啲，更多嘅重心轉移到對名利嘅愛上邊，甚至對名利嘅愛超過咗對自己嘅愛。信咗主耶穌之後，喺聖靈嘅幫助下，愛嘅重心一點點咁樣從世俗嘅物質層面嘅愛轉移到對上帝同埋對人嘅愛。就算係咁樣，我離上帝要求嘅愛嘅真諦都尚有108000里，因為我嘅罪雖然被上帝赦免咗，但係罪嘅本性同埋習慣仲喺度，喺信仰嘅生活上高，住喺我裏邊嘅聖靈仍然不斷咁樣對付老我嘅本性。我哋無法真正完全咁樣捨己，所以上帝要求嘅愛係我哋一生嘅功課同埋目標。主耶穌正係我哋要效法嘅榜樣，因為聖經上高咁樣講，上帝就係愛，愛嘅任何一條都係因住佢嘅公義、聖潔、信實、慈愛，同埋喺十字架嘅巨大犧牲展示俾我哋世人所睇見。正就係一點點嘅操練，我亦都喺愛嘅方面慢慢改變。比如講，而家我面臨批評嘅時候，已經唔向好似以前咁樣先找藉口，先找別人嘅問題，包括懷疑批評者係咪喺度故意挑剔。會唔會喺呢個時間，當自己嘅腦裏邊頻頻咁樣閃現我背會嘅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嘅時候，反駁或者揾藉口嘅話
就會先被壓制落嚟，繼而開始思想別人嘅話，接住反思自己嘅過錯。即使係別人嘅話語之中有過分嘅地方，最後亦都俾包容同埋忍耐啦。其實呢個對自己係有益嘅，唔單單平息咗對方嘅衝動，亦都讓自己喺反思之中認識到自己嘅不足，從而避免再犯或者少犯同樣嘅毛病。有時候甚至能夠增強彼此嘅情誼。更加重要嘅係讓對方感受到聖父、聖子、聖靈喺我裏面嘅作工，對我嘅信仰產生咗一種肯定嘅態度。再如果喺利益面前，當我想起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嘅時候，大凡嗰啲違背良心、唔討上帝喜悅嘅行為，即使係有利益，亦都唔會去做。儘管失去咗利益嘅當口，心裏邊仲係會有嗰啲一點點嘅失意，但係其有嘅心安，甚至某種程度嘅愉悅，係我以前好難有嘅。每一次捨棄老我，朝向上帝喜悅嘅方向行事為人嘅時候，我就會從中得到心裏邊嘅平安同埋喜樂，繼而更加希望投身更多。更重要嘅係喺踐行真愛嘅操練過程之中，我開始明白世俗嘅成功絕唔係我嘅目的，孜孜不倦咁樣追求上帝的國同埋上帝嘅義，先至係我人生嘅最大目標。當然有提高嘅，但係尚遠遠唔夠嘅行為同埋屬靈操練，仲有好多好多。如果要舉例，3日3夜都講唔完。明白咗真愛嘅含義對我有咩意義啊？佢會使我更多咁樣體會到主耶穌同埋佢愛嘅美好，就會激發我裏面嘅向往同埋投入。喺我自己立志行善卻又無力真正做到嘅時候，當我真心仰望上帝幫助嘅時候，聖靈就會開導我、鞭策我、鼓勵我，使我不斷進步。讀者來信，芝加哥人姊妹，親愛嘅編輯，可否寄給我200本2024年2月份嘅中信月刊，30本 Challenger、30本傳，以及各類福音單張，每種各30張，仲有美滿人間、祝你健康快樂等福音書籍呢？昨日我問過我家附近嘅一個亞洲超市，佢哋同意我放一個宣傳品架。感謝主，今日我去一家香港超市購物，結賬嘅時候一眼睇到呢個陳列架，長、寬、高，似乎係為中信傳福音量身訂造嘅。感動之下，大膽去問咗一位店員，佢聽咗我想表達嘅意思後，喺附近走道上轉咗一下，1分鐘好快就返嚟，乜嘢都冇講，就開始搬上面嘅糖果，將架子騰空後送咗俾我。我一時之間呆喺呢度，眼淚就要流落嚟啦。唔係因為一個架子，而係因為睇到上帝嘅手喺度做工。接住我哋將香港超市呢個架擺滿書行，1個星期之後去睇，已經所剩不多。我平時好難接觸到陌生人，呢個係文字宣教嘅一個好平台。願你哋文字事工嘅辛勞成為更多人嘅祝福。
人生無常，路在何方？作者何天朵。形容時間之快，古人亦都曾有過許多嘅金句。只在村上月，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呢一個係孔子嘅感嘆，時間過得真係快啊，如流水。而莊子感嘆時間係咁講㗎：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失，忽然而已。忽然而已，差唔多最終係所有人嘅感嘆。無論偉人或者聖人，無論草民百姓，流淌着嘅水，奔跑着嘅馬，呼嘯着嘅風，生死大事都係人阻擋唔到、遮攔不住嘅。就連英雄曹操，亦都不得不在佢面前吟唱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世如朝露，去日苦多咁樣嘅詩句。生老病死係生命嘅必經之路，道理人人都識，但係就係當自己經歷咗身邊親人嘅離世，先至會有最痛嘅感受同埋最深嘅領悟。琴日翻咗一下通訊錄，睇到好幾個熟悉嘅微信朋友都過世啦，有位長輩仲喺度住緊醫院，有啲喺事業上邊遇到好大嘅難處。有個小妹妹原本活潑可愛，但係因為婚姻受咗好大嘅刺激同埋傷害，佢就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輕輕重重咁樣。仲有個姊妹正面臨緊婚姻上邊嘅難處，佢問我應該點樣處理。我知道呢一位嘅姊妹係想同我嘅口裏邊得到安慰，但係人真係好有限，連我自己都長期處喺咁樣嘅困惑掙扎當中。除咗勸誡佢要自立自強，多為細佬哥着想，我仲能夠俾佢乜嘢中肯嘅建議呢？人生無常，世上有好多嘅事情都存在不確定性，往往成功伴着失敗，快樂伴着哀傷。琴日係阿女嘅生日，不由就同我嘅鄰居伴嫂分享起嗰一日分娩嘅場景。而家仲係心有餘辜，後怕不已。先係難產，讓我受盡痛苦；後來產下女兒之後，又因為腎氣不足、排尿功能失常，又讓我插咗好幾日嘅管。呢一種情況，如果喺古代，難產係好危險㗎，解唔出嚟，亦都會將人逼死。幸運嘅係有驚無險，安然度過。琴晚仲聽到鄰居話佢認識一個原同事，連生咗2個女，而家都30幾歲，又懷咗個仔，一家人都好開心。但係點都諗唔到，佢堅持要順產，但係個仔嘅頭大到出唔到嚟，到咗最緊要嘅時刻又冇辦法剖腹產，母子二人最後一屍兩命，喜事變成悲劇，讓人唏噓不已。生命係美好㗎，但似乎所有嘅美好都會轉瞬即逝。舉目眺望黃土地上嗰啲起伏嘅墳墓，係嗰啲已經化為一通黃土嘅逝者永遠嘅歸宿。諗起佢哋生前嘅興衰榮辱，都隨着呢一捧嘅黃土煙消雲散嘅時候，嗰一種嘅沉痛無言係難以形容㗎，嗰一種摧毀嘅力量更係無可否認㗎。人喺賺到全世界嘅時候，如果靜下心來思考一下，能夠平安健康嘅度過每一日，其實已經係一種幸福啦。經過3年嘅疫情，唔知道有幾多人已經見唔到聽日嘅太陽，又有幾多人失去咗至親，又有幾多人失去咗自由，仲有幾多人喺病痛中度日如年呢？總以為人生幸福來日方長，可惜心靈嘅平和總被人間嘅悲歡離合搞到失落同埋惆悵。我哋以為漫長嘅一生喺歷史長河裏邊不過係一剎那，但係轉念想想，如果人人不死，又不知為何活着，嗰都係一個好大嘅詛咒。我見到有啲老人家活得不耐煩，好希望早啲死，更有少年人要自殺。活着與死亡都係人生嘅大問題。人嘅一生往往背負着太多嘢啦，經歷太多嘅捨不得同埋不情願，
鍾意嘅唔敢攞起，有啲事又難以放低。好多時候係剪唔斷，理還亂，別有一番滋味在纏繞。當我哋到咗山窮水盡嘅時候，先至見到自己並不可靠。人生點解咁虛空呢？因為正如以弗所書2章12節咁講，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上帝。上帝嘅兒子主耶穌為贖世人嘅罪而死喺十字架上，又用復活勝過咗死亡。所以佢對我哋講，喺世上你哋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章33節。如果淨係將眼目定睛喺呢一個世界同埋人嘅身上，我哋就唔會有真正終極嘅指望。若舉目向上，將眼光拿移到嗰大能大愛嘅主耶穌身上，就會發現我哋已經擁有咗世界上最寶貴嘅嘢。常常數算主恩，讓感恩成為我哋嘅習慣，成為我哋嘅一種生活方式，裏面就會充滿平安盼望。馬太福音5章10節咁話：為義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中信有聲雜誌，願上帝賜你平安。用數算法來感恩，作者錢志群。基督徒係咪凡事信心？唔係，上帝從未應許我哋天上藍是種信。當身邊有啲基督徒失業或者大病嘅時候，需要我哋禱告仰望上帝嘅時候，佢哋自己應唔應該好似平日咁喺上帝面前常常感恩呢？說實在嘅，有時候會好難。苦難嚟到，人嘅本能反應就係受苦、沮喪同埋埋怨，仲邊講得上感恩？但係上帝又要求我哋一直要有一顆感恩嘅心，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節。凡事都要謝恩嘅話，意味住無論係禍係福，係悲係喜，係苦係甜，係得係失，甚至係生係死，都要感謝佢。凡事謝恩，又係佢嘅旨意，咁意味住呢啲唔係我哋可以同佢討論同抱怨嘅事。我哋相信凡事一定有佢嘅美意在其中。呢個美意至少有2點，唔單止能夠調整我哋喺壓抑同苦悶中嘅心態，更加能夠讓我哋增強苦難中上帝同在嘅信心。咁上帝允許嘅苦難裏，到底有冇藏住佢嘅恩典？點樣先至能夠發現呢啲嘅恩典？有一個辦法就係學識數算。據說有一年感恩節期間，有位先生早早嚟到教堂坐喺前排，敬拜一結束，佢就同牧師訴苦：你頭先講嘅道是講到要凡事謝恩，如今我一無所有，失業已經大半年啦，工作面試20幾次都冇人用我有啲乜嘢可以感恩啊？牧師同佢講：上帝係慈愛嘅，我相信佢依然愛你。你要係唔覺得，我可以俾你一張紙、一支筆，一齊嚟試住數算好嗎？於是嗰位先生就開始邊回答邊記錄。牧師問：你有冇太太？佢答：我有，但係唔係因為我失業就責備我無能耐，更加冇離開我，反而不斷咁鼓勵同埋安慰我，令到我成日有愧疚。牧師問佢：你有冇小朋友？佢話：我有5個好可愛嘅小朋友，雖然我唔能夠俾佢哋食最好嘅，受最好嘅教育，但係佢哋都好爭氣。牧師問：你胃口好唔好啊？佢答：哦，我個胃口好好啊。
但係最近因為經濟上嘅困難，我經常只係食7成飽。牧師問：咁你睡眠好唔好？佢答：我嘅心情雖然唔好，但係到時候頭一掂到枕頭就瞓着啦。牧師問：你冇朋友啊？佢答：有。失業呢一段時間，佢哋不時咁俾一啲幫助我，我都好感謝佢哋。牧師問：你嘅視力呢好唔好啊？佢答：我嘅視力好啦，能夠睇到好遠地方嘅物體。牧師問：我仲可以問，但係我唔問啦。你數下夠唔夠每日嚟感謝上帝？佢將紙上面所記住嘅6點向牧師讀咗一遍。我有好太太，我有5個好嘅小朋友，我有好胃口，我有好睡眠，我有好朋友，我有好視力。讀完，牧師話：祝賀你，感謝我哋嘅上帝，佢係何等咁賜福俾你。你返去啦，記住要感恩。佢返到屋企，照嗰個久違咗塊鏡，好驚訝咁話：吓，我點解係呢一個精神狀態？一臉消沉，頭髮凌亂，衣服亦都唔搭配。佢自己都嚇咗一跳，默想今日同牧師嘅對話，佢開始感恩上帝。梳頭換裝，哼起小調，冇幾日佢就成功面試，冇幾耐佢就揾到一份好理想嘅工作。係啊，指望人生總係一帆風順係唔可能嘅事。上帝要我哋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言27章1節。但上帝要我哋用數算法嚟欣賞生活中嘅每一個細節，唔企喺冇嘅角度，而係企喺已經有嘅角度。凡事謝恩，咁嘅生活狀態同意義就不一樣啦。網絡上有段話亦都好有道理：有稅就要交，表示我有工作同收入；宴會後嘅杯盤狼藉，表示我曾經朋友環繞；有窗戶就要擦，有地板就要拖，有排水管就要修，表示我有一個家；有一堆衫要洗，表示我有衫着；有人喺我身邊唱歌走音，表示我聽歌正常；忙咗一日，全身肌肉酸痛，表示我有能力辛勤工作；一大早被鬧鐘叫醒，感謝上帝，我仲活着。係啊，用感恩嘅心嚟睇負面嘅生活事實，就能發現藏喺苦難後面嘅正面意義。名利場嘅作者，著名嘅英國作家薩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講過：生活就係一面鏡子，你笑佢又笑，你喊佢又喊。你感恩嘅生活，生活將賜予你燦爛嘅陽光；你唔感恩，將注意力集中喺嗰啲負面嘅人同事物上去埋怨指責，只會誘發消極嘅情緒，破壞身體健康，生發錯誤嘅人生態度，影響人嘅活力，腐蝕人際關係，自然講唔上好嘅生活品質。最重要嘅係，當我哋喺上帝面前感恩，佢會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章28節。感恩係蒙恩蒙福嘅一把金鎖匙，美滿生活從現在開始，讓我哋喺練習中學習用感恩嘅眼光同喜樂嘅心態嚟面對生活啦。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若願意，請和我做以下禱告。天父上帝，我從心裏承認你是獨一真神，你愛人類，曾差遣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十字架上，第3日復活，救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裏，認識真理，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識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你若做了以上禱告，或想更多認識信仰，歡迎來信與我們聯絡。電郵是 ccm@ccmusa.org。願主耶穌賜你平安。把每天過成感恩節。作者羅尼麗。又係一年嘅感恩節啦。記得有一次喺教會嗰度，有一位老人家曾經走到去我嘅面前，同我咁講。佢話喺我細個嘅時候啊，我嘅婆婆咧係咁樣同我講噶。只要早晨你可以睜開你雙眼，有咗力氣，你就應該感謝上帝噶啦。婆婆仲係咁講，佢話每一日都應該係感恩節，而唔係365日之中得一日係感恩節。嗰位婆婆佢講完呢一啲說話之後，佢仲唱咗一首歌。嗰首歌嘅歌詞係咁講：只要有屋頂，有一張瞓到覺嘅床，台上面放咗食物，就應該係感謝上帝㗎喇。所以每一日都係感恩節，感謝上帝俾我哋有生命氣息。喺教會嗰度，好多時感恩節，牧師咧佢哋都會同我哋分享聖經裏頭嘅其中一本書《路加福音》第17章，記載咗一個10個大麻風病人嘅故事。呢一個嘅故事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講到人呢，有陣時接受咗上帝嘅恩惠之後呢，其實都唔係好識得感恩嘅。故事講到就係有一日有10個都生咗大麻風嘅人佢哋知道耶穌將會經過撒瑪利亞同埋加利利呢兩個地方，於是咧佢哋就快啲走過嚟，想去見耶穌。但係咧佢哋企得喺一個好遠嘅地方，就唔係企得耶穌嗰度咁近。咁點解呢一啲生大麻風嘅人，佢哋要企得咁遠，唔企得耶穌近啲咧？咁原來因為千百年嚟咧，因為缺乏咗有效嘅治療呢個大麻風嘅病，咁因為有麻風病嘅人咧，佢哋嘅後期無論係佢哋嘅皮膚啦、骨骼啦，定抑或係佢哋嘅內臟，都會有潰瘍。佢哋嘅眼眉毛、頭髮都會甩，佢哋個嘴咧又會歪咗，即係對眼咧又會盲咗，而隻腳亦都會變得殘廢。手掌都冇埋，所以咧，一般嘅人咧都係好驚去見到呢一啲有麻風病嘅病人，因為有麻風病咧係唔知係咩原因形成嘅，亦都係冇醫治嘅方法。而呢一種嘅慢性傳染病咧，好多人咧都好驚，就直情叫呢一種病為天譴嘅絕症。而人咧點樣去面對有麻風病嘅病人呢？一就會將佢哋去燒死，或者活生生嘅埋葬咗佢哋就算啦。所以麻風病係人類有史以嚟體驗過嘅最痛苦嘅一個疾病，因為其他嘅疾病都總係會有人會同情嗰個病人啦，或者都會關懷佢哋，但係唯有麻風病，佢哋真係唔能夠好似普通人一樣咁樣生活，唔能夠享受基本嘅人權，佢哋嘅日子真係過得好慘。咁所以喺聖經嗰度講到呢10個麻風病嘅病人，佢哋行得好遠，距離耶穌嘅位好遠，
佢哋係哀求嘅，去話耶穌夫子，你可憐我哋啊！咁憐憫人嘅耶穌，於是咧就帶佢哋去到祭司嗰度。點解要帶佢哋去到祭司嗰度咧？因為只有經過祭司佢哋認定，同埋係話佢哋乾淨咗啦，呢啲麻風病人咧，先至可以入到聖殿嗰度去獻祭，先至可以去返人群當中去話俾人哋聽，呢個麻風病人佢已經係潔淨咗啦，再冇麻風啦，佢而家係乾淨咗，可以去獻祭啦。咁所以呢班麻風病人去到祭司嘅路上面，大能嘅耶穌咧就幫助佢哋可以痊癒，醫返好佢哋啦。咁祭司睇到佢哋真係潔淨咗之後咧，10個嘅麻風病人只有1個人返去耶穌嘅腳前跪喺度話，大聲歸榮耀與上帝，而其他9個人就無影無蹤咁樣走咗啦。其實喺我哋靈魂裏面，我哋都係有一啲嘅罪性，好似無形嘅大麻風一樣。譬如我哋嘅自私啦、驕傲、貪婪、嫉妒、仇恨、欺騙、淫念、忘恩負義等等。無論我哋係咩嘅膚色嘅族裔，我哋係咩嘅身份，喺咩嘅文化底下，或者甚至係咩嘅時代底下，其實我哋個個都有呢一啲嘅罪，係冇人能夠真正幫我哋除去呢啲嘅罪嘅，使到我哋靈裏面係腐爛嘅。我哋其實活着就好似死人一般。而嗰10個身體有大麻風被醫治好嘅人，佢哋靈裏面亦都係睇唔到嘅罪，都係有呢啲大麻風嘅罪。主耶穌唔單止能夠醫治佢哋身體呢一個醫唔到嘅大麻風病，但係更加嘅，耶穌要徹底嘅去醫治佢哋喺靈裏面嘅呢個大麻風病。所以耶穌就甘願嘅喺十字架上為我哋釘死，流出寶血嚟到塗抹我哋嘅罪。但係有幾多嘅信主嘅基督徒，我哋接受咗耶穌嘅呢一份咁大嘅恩典，而我哋識得時刻嘅去感謝讚美佢呢？嗰10個被耶穌醫好嘅大麻風病人，淨係得1個翻嚟跪喺耶穌嗰度話，感謝主啊，你醫治咗我。而連佢嘅靈裏面嘅大麻風都得埋醫治，因為耶穌已經寬恕咗佢嘅罪，佢得到身體嘅醫治，亦都得到靈魂嘅醫治，從而得到返一個永生嘅盼望。上帝係做萬物俾我哋可以享用，上帝又俾我哋有生命氣息，更加重要嘅係俾我哋有呢個永生嘅盼望。我哋點樣可以唔去感謝、唔去讚美神呢？然而我哋都係好似初頭講到嗰位老婆婆一樣，同埋聖經呢個醫治10個大麻風嘅呢個事蹟，我哋真係去學習有呢個感恩嘅心，每一日都存住呢個感恩嘅心，活喺上帝嘅面前，將榮耀歸翻俾上帝。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咁話：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中信有聲雜誌，願上帝賜你平安。另一種戰爭，作者白衣。大國爭戰，萬眾矚目，但有一種戰爭
更值得我們看重參與，就是在我們裏頭的善惡之爭。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7章18至24節。人無完人，在達到至善以前，能意識到自己內心有善惡鬥爭，至少說明此人天良未泯。曾聽過幾宗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兇手殺死父母以後，竟還與狐朋狗友鬼混嬉笑，若無其事，沒有半點愧疚、驚恐、冷血至極。也有人自以為是，認定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這些人毫不反省，自然不覺得內心有善惡爭戰。既有戰爭，便須防備奸細。奸細會說：你沒有錯，這不是罪，是你做你自己。他的居心是要你棄械不戰，作罪的奴僕。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我是誰？怎樣分辨善惡？我們若堅定站在上帝的一邊，學習真理，便能明辨是非；又依靠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便能戰勝邪惡。親愛嘅朋友，讓我們一齊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親愛嘅朋友，多謝你收聽中信有聲雜誌。我們期待你給予我們寶貴嘅意見，同時我們也願意為你禱告，可以透過電郵與我們聯絡。我哋嘅電郵係 ccm@ccmusa.org。願主耶穌賜你平安。